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一粒山头，一只鹧鸪。鹧鸪是一种鸟仔，形体若像鸡仔，毋过比鸡仔较细只。伊的羽毛有乌的，有白的，蓝参做伙。因生活伫沙峦仔的草坡仔内底。鹧鸪生性猛恶，恐怖的所在是，一个山头若有2只鹧鸪，因会冤家相斗，斗甲有一个离开为止。这句俗语会当摕来比喻团体甲组织，比如讲政党、公司、各种人民团体。就讲政党就好啊，一个政党若有2个头人，互相无相让的时阵，对家己的政党拢是一种伤害。若有通啊参详甲疏通，安尼是上好的结果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